各位家長好，又到咗親子5分鐘嘅時間。親子5分鐘旨在透過5分鐘嘅時間，分享一啲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，讓我哋成為各位家長喺育兒路上嘅支持同埋陪伴。我哋係呢個節目嘅主持人 Sophie， 我係小葉。回應翻上一集嘅主題呢，家長喺小朋友學習同娛樂之間點樣去平衡？除咗透過日常慣例表同埋限制熒幕時間之外，喺執行上面，其實父母都要持守溫和而堅定嘅原則。我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個自己實行嘅例子啦。咁有一段時間咧，我希望可以令小朋友快啲做完功課啦。咁我就會同佢哋講，嗱，做完功課就可以睇電視或者玩 iPad。咁後來咧，我又發覺呢個方法咧，令到佢哋寫字咧冇乜心機喎，寫到啲字咧好似打風咁啊。而且咧有時都唔會睇題目係啲乜嘢，好馬虎咁樣完成咗咧就搞掂啦，就可以玩 iPad 啦。咁嗰刻咧，我就深深咁體會到咧，原來阿德勒所講唔好強調用獎罰嘅方式咧去令小朋友合作。原來係真㗎，所以嗰一刻開始咧，我就決定要改一改啦。咁改變嘅初期咧，其實都冇咁順利嘅。咁有時功課唔係好多咧，阿仔好快就會話啊，我都做晒功課啦，溫晒習啦，媽咪可唔可以早啲打機啊？咁同埋有時咧，就算我唔想俾咧，可能屋企人都會覺得佢已經返咗一日學，俾佢玩下都冇問題啦。咁但係我哋要實行呢個正向教養，要堅持啊嘛。咁所以我就將呢個課題咧拎出嚟同我屋企人傾啦，咁就同佢哋一齊去討論，其實小朋友如果一直都係咁樣落去，會有啲咩唔好處啊？咁最終咧，大家去達成一個共識啦，要有一個一致嘅管教啦，同埋咧，我哋都一齊去設定咗放學之後嘅日常慣例表啦，又喺 iPad 嗰度咧設定咗一啲停用時間同埋限制 App 嘅使用時長。咁執行初期咧，其實小朋友都會有啲抗議嘅，又會發脾氣啦，又會問點解之前可以玩，而家又唔得啊？咁樣，咁我就同佢講啊，因為咧我都知自己之前做錯咗啦，搞到你而家冇心機溫習，寫字又馬虎，所以媽咪決定要改下咯。你頭先提到要講好多次，小朋友先肯去做，甚至乎可能會駁你嘴啦，堅持要打機啦。呢個情況咧，我哋都收到其他家長嘅分享啊，都係佢哋遇到嘅挑戰啊。咁今集咧，我哋就會講善用自然後果，可能會喺某啲情景幫到你啊。今日咧介紹嘅自然後果咧，就係指喺成人唔干涉嘅情況下，讓一切自然發生嘅事，就好似喺雨入邊唔擔遮就會淋濕啦，唔食飯就會肚餓啦，天氣凍唔着外套就會覺得凍咁樣，就冇夾帶其他嘅後果嘅，例如可能係成人嘅責備啦，我一早就話俾你聽噶啦，又或者係其他嘅羞辱等等。當有其他嘅後果咧，小朋友就會花時間去防衛、責備同埋抗拒呢啲羞辱啊，而體會唔到自然後果嘅教訓。咁善用自然後果嘅事咧，都需要挑選嘅。咁有3個情況咧就唔啱用噶啦。咁第一個咧就係有危險嘅事，例如小朋友喺馬路上面玩，咁可能會遇到一啲交通意外嘅危險啦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影響到其他人嘅權益喎。例如小朋友喺玩嘅時候將石頭掟向其他人，令到其他人有機會受傷。而第三個咧就係當小朋友都唔覺得呢個行為嘅結果係個問題，動就動咯，病就病咯咁樣，咁自然效果咧就冇辦法發揮噶啦。係喎，但我喺度諗緊咧，實際操作上面咧，其實可能對於家長嚟講都有啲難喎，因為咧有時你見到佢落雨，但係佢唔擔遮，你就會忍唔住啦，喂，要攞遮啊，你唔可以淋病啊咁樣。咁呢個時候咧點算好啊？係啊，所以第一步咧，其實家長就要決定自己嘅行為同埋係乜嘢事情會用呢個自然後果嘅。舉個例子啊，4年班嘅小文咧就唔記得帶功課喎，咁跟住然之後佢中午去補習嘅時候就打俾爸爸求救啦，咁就想爸爸拎翻功課俾佢去補交嘅。咁爸爸專程咧就揸車去送翻功課俾小文。咁小文爸爸了解咗自然後果之後，佢點樣做啊？咁爸爸就開始同小文討論，同小文講啦，爸爸有信心咧，你能夠執拾好功課先翻學嘅。咁亦都話俾佢聽，如果你再唔記得帶咧，爸爸亦都唔會幫佢送到補習社噶啦。咁相信小文咧係有能力喺錯誤入邊學習嘅。唔知小文爸爸最後有冇成功咧？梗係冇咁容易啦。之後小文咧其實都有出現唔記得帶功課嘅情況，咁爸爸咧就會用同理小朋友嘅諗法啦，跟住然之後再一齊討論方法嘅。但係小文仍然都出現喎，而且仲學識同老師講大話，話功課簿唔見咗啊。咁後來老師咧亦都因為咁嘅情況同爸爸聯絡，咁跟住然之後共識咗就係小
無論小民咩原因都好，欠交都好，都會如常處理嘅。咁就等到下學期咧，小民交功課欠交功課嘅情況就大大下降啦。咁每日返學之前咧，仲學識咗檢查書包多一次添。係，所以咧，其實同老師嘅溝通咧都係好重要喎。我嗰陣時小朋友咧唔記得帶嘅時候咧，我都有同佢班主任咧傾過啦。咁大家咧都係共識咗話，如果當佢欠交嘅時候咧，就由得佢啦，因為咧要俾佢自己咧去經歷嗰個後果。咁家長咧仲可以利用呢個機會咧，強化小朋友體會自然後果嘅教訓同埋建立關係喎。咁家長就可以對小朋友嘅經驗咧作出同理同埋理解，例如話我諗中午冇食飯一定好肚餓好難受啦，成身濕晒係唔係好唔舒服啊？咁適當嘅時候咧，又可以運用啟發式嘅對話，問翻小朋友下次點樣做會好啲呢？同時表達支持，例如話我相信咧你有能力處理到嘅，又或者係哇你即刻諗到解決方法，好好喎。咁所以咧，我相信即係喺小朋友學習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哋都係需要花時間啦，同埋要有耐性咧去培訓佢哋啦。咁有時咧又要忍得住手啦，爸爸媽媽要點樣可以好好咁利用呢啲機會咧，讓小朋友咧發展出佢自我嘅能力感啊！今集親子5分鐘嘅時間又差唔多啦。如果大家想繼續知道多啲關於親子相處技巧同埋心得，就繼續留意我哋嘅下集再見。